向请教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17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疫情。通远的牛排店这间餐厅的群聚感染人数继续增加，因为惊疫情摊开，即马真侪大企业，包括金融业、电子业、电信业，拢提早营业，宣布启动员工点出来上班，也是分流上班，希望会当降低风险。若新竹一寡确诊者捌去过的百货公司大卖场，昨昏是提早关门。若今仔日会休困一天做大消毒。本土确诊比例一直增加，有医生讲，社区已经无法度全面清零。第一线接触民众服务的金融业，包括中信金、国泰金、富邦金、玉山金，拢宣布启动北台湾员工伫厝内上班。南华金、第一金、新光金启动分流弹性上班。大成金、德丰金行规划伫咧厝内上班。伫电信业方面，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远传、北台湾的员工伫咧厝内上班。另外，电子业的部分，英业达、广达、宏霸、台达电、桃园厂区拢分流分层上班，不准跨区移动等防疫的措施。那公司为了这公司员工的安全，要做一些超前的准备，我们也不反对。但是对于民众的服务，那也不要停。我们还是希望社会现在目前来讲能够比较正常的来运作。企业监管提早进行分流，也无希望公司有员工确诊伤害更加大。因若确诊者去过所在，亲像是所过百货新德店加远东古城购物中心，16拢提早关店，17停业一天。因若确诊者去食过饭的总属实新德古城店停业3天。我还是要强调，事情整体疫情降起来也不是没有它的道理。那我们现在看，在2天内，可能它就会在一波的传染。那不可能是整体社会里面是零风险但是我们要追求是低风险。疫情拖到新竹，目前市府已经甲购物中心决定启动同时段员工甲食饭的人客名单，进行核列甲采检。记者综合报道。那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10个本土病例，其中有9例拢是甲桃园的牛排店这间餐厅的群聚感染有关系。指挥官陈市长是表示，恐惊是这间餐厅的环境受污染。那另外还有一例是桃园机场做采检的防疫人员，这敢是甲进前的清洁人员也是保全有牵连，即马搁爱调查。国内16个新增加5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包含41例境外移入，本土10例，其中个案17903、17904、17929、17931、17932、17933拢是1月初9到4天食饭的人客，个案17935是4天工读生，刚好无共班的学生，17930是工读生表小妹，刚好无共班的学生。另外个案17934因查某囝甲4天工读生斗阵坐公车，所以讲带查某囝去检查，结果家己验出阳性。他们学校在通勤的时候，似乎有搭一个同样的一个好像112的公车吧，所以他担心女儿，所以带女儿去筛检，那自己也筛，那女儿是阴性，那自己是阳性。指挥中心讲，银行员斗阵食饭的中立实体餐厅，当时环境可能互污染，无排除这几天也有新的病例。除了实体餐厅互相小话扩大，桃园机场的疫情搁再发生，16新增加一个防疫人员，案例17928，这是一个40外岁女性，去年12月才来到机场工作，工作场所是入境的发烧检查区，也有旅客침脑、喙烂收集区，伊在15来进行采检，16确诊，是毋是甲进前清洁工、保全人员连续确诊的传染源有相关，也等待进一步的调查。到底是哪一个环节有问题？到目前还是看不出来。但是我相信，因为在这里面，不管你稍微口罩，如果刚好运气不好，口罩稍微把它挪开了，或者相关其他动作，都会有。Omicron 这传播力在目前来讲，我们也感受它的一个无所不在的威力了。指挥中心表示，个案17928工作上接触者拢已经列出啊，其中16个是密切接触者，即阵采检拢是阴性。即阵正是年前入境的高峰，16桃园机场当天的航班到下晡入境334人内底，有检查出24人阳性，确诊率是7.19%。桃园机场前进指挥所表示，因应大量旅客来入境，继续提供第一线落地采检人员，连新式的防护衫，并且继续对着桃机全体人员来进行密集的采检。记者综合报道。
桃园的这间牛排店餐厅内底，即马阁新增加6个人确诊。桃园市政府的调查嘛发现讲，确诊者甲联邦银行伫买家的自产印制包厢是离境外。那平镇有一间电子厂嘛有2个员工确诊，即马是赶紧调回1500个人去做体检。因为疫情摊开，桃园伫今仔日嘛有一寡国中、高中甲大学有封城停课1天。伫校园每个所在大小都新德馆一间科技大学有2名学生进前捌去桃园的市体食饭，早打被验出确诊，学校宣布停课2天，搁扩大体检。初步呢有匡列同学的同住者一些楼层，还有老师的办公室。市体餐厅传播链扩大，桃园也新增加4人确诊，已经有11名人客确诊。市府也公布市体餐厅食饭的位置图，伫联邦银行年尾自产的包厢，并不是完全封起来的空间。附近包厢位置已经有5人确诊，分别伫初7甲初9来食饭。另外一个所在有2人是伫初9来食饭了后被验出确诊。我们不排除那包括厨房、包括厕所、包括餐盘，我们都要在研究。那这个如果有这样的情形的话，那这个不是个案，这个要同案来检讨。桃园确诊者一直增加，伫东兴国中甲中立高中也拢增加1名确诊，甲原本校内确诊者是无共班。目前初步的意料是，这2个班级差这个中间只隔一个厕所，那厕所共用，那初步研判是在厕所中感染。另外，疫情搁炭烧甲集场，平镇的一间电子工厂出现2名员工确诊，早紧急调回1500名员工进行PCR体检，搁隔离10多人。市府也搁公布新的确诊者行踪，包含人家坐上款大卖场甲大众运输场所，已经进行大规模清消。疫情一波接一波，同市府加设采检站到11个所在。执行银行、餐厅、校园的专案采检，搁会有初7到12有去过市体的拢爱出来采检，防止传播链断开。记者综合报道。做回关心天气，今仔日水气有变较济，北部、东半部有局部地暂雨，中南部有的所在嘛会落雨。咱来看温度。早起方面通过了后，东北季风会增强，北部、东半部规工不时拢有地暂雨，中南部嘛有落雨的机会。中部以北高温的下降，早暗会较凉冷。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新北，敢若14度3。另外，今仔日东北季风会增强，气象局有针对14个县市发布强风的特报。若沿海狭细致风影会较大。拜3、拜4水气会减少，敢若剩东半部有地暂雨。若拜5、拜6转东南风，会回温，暗过水气变较高，天气就无稳定。北部、东部拢有地暂雨。继续来关心地震的消息，这是昨下晡4点15分发生规模5.5的地震。地震的中央伫东部外海，深度是55.4公里。咱全台湾拢有感觉到，上大震度是伫宜兰、花莲、台东甲南投。地震的预报中心即马是讲，未来2天嘛爱设置有规模4到5的地震备。最大的震度发生在宜兰、花莲、台东还有南投地区，那其余的震度分别到3到1级。那预计在未来的2天之内，可能会有4到5的地震。不过因为这个地区它的位置是比较远的，所以对我们台湾造成的影响应该是不会太大。世界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根据日本媒体报道，美国甲日本即马正在讨论要公家用一寡亲像 Okinawa 甲伫日本一寡较我台湾所在的军事设备。准讲台海发生冲突，就通就近来应用。来看联合报，高雄有一口罩4个人，进前互一个啉烧酒赛车的人弄甲真严重，造成妈妈当场死亡，爸爸甲2个查某囝重伤，这是引起大家拢真愤慨。昨昏检方是统计讲，9天内已经有计共掠到67个重大掠食烧酒赛车的人，会直接甲因掠去关。另外，行政执行署最近2礼拜，嘛有执行2000多件食酒赛车欠罚金的，欠超过3500万，会赶紧去讨回来。来看《中国时报》。要活过年啊，换新钱包红包。台湾银行对这礼拜开始讲要提早
开放伫台湾银行的 ATM 落一寡新的钱，去 ATM 领钱，民众就当领到新的钱啊！会使分散需求、分散风险。若银行的柜台换新机的业务甲服务，拍算是后礼拜才会开始，会加强消毒，行员嘛拢会挂面罩，嘛爱拜托民众去银行要换新钱，一定爱做好防疫措施。来关心本土疫情压悬，侪民众即马抢要做第三档的加强剂。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宣布讲，明仔载1922有约平台会分年会用年会来分配，互民众来有约第三档。另外，即马伫家己有一个59岁的负责人，第三档伊是做莫德纳，做刷2工了后，身体感觉无啥爽快，煞雄死亡过身，感觉做伊风险有关系，即马搁来调查。南汇病院内底排甲外口的布棚也阁无够，布棚外口继续民众咧排，这是屏东市区保健病院的新冠疫苗注射站。因为疫情升悬，大家赶紧来排，随到随做。有民众无摕到号码牌啊，也是想排看卖是毋是有残疾因子。你呢？我401啊。没有拿到号码牌嘛？唔得，我们变看卖啊，应该够残疾了啊。你就是400就发到那边嘛。所以你们就是。所以阮就赶快等到下午12点50。安尼哦。若无就无啊。为第20期开始，各地方政府有约系统要暂停，回归中央疫苗有约平台。18开放11月7进前已经注满2剂疫苗18岁以上人，有约做第3剂。开始定期时间继续分流措施，65岁以上人是正月18早起10点开始，50岁到64岁是为中昼12点开始，18岁到49岁是为下晡2点开始。我们之所以要把这个时间稍微分开来，就怕就是说，年纪比较大的可能在上网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就先拨一个时间让他们先开始预约。政府鼓励民众做第3剂疫苗，毋过伫家己中部乡有一名59岁女性，10时要做第3剂莫德纳疫苗，查到身体无舒适，送医急救了后不治。家机关卫生局表示，会看情形协助通报疫苗不良事件。目前未收获到他所有的一个相关的通报，不过我们会主动来跟家属做联系，再做一个相当的一个通报的上的一个协助。各上百民众欢迎找无所在做高端疫苗，但市长表示会甲上北市府协调，加开各较济注射站。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表示，想要做高端疫苗人较少，所以开设的病院就较少。毋过也是有真侪间病院提供服务。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疫情爆发甲打2档哈，面对即阵 Omicron 的病毒的滚价，本土疫情阁压起来。公共卫生的专家、前副总统陈建仁伊是表示讲，之前咱是透过接洗手、挂喙罨有法度拼过，毋过刷倒来是爱提关注预防下的注射率，因为病毒日头的变种，无可能完全无去，乡亲爱有心理准备，刷倒来爱甲病毒共存。侏罗纪公园有一句很重要的名言，叫做“生命会找到自己的出路”。实际上，人类开始找自己对抗传染病的出路。前副总统陈建仁引用电影《侏罗纪公园》的对话，因为新冠病毒一直变化，毋过伫疫苗出来了后，新冠疫情最后会转做流感化，致死率大大降低。不需要担心跟病毒一起共存，完全扑灭COVID-19很难诶。很多人都打过预防针，真正有效的防疫的方法，把它普及起来，就不用担心Omicron。陈建仁家中建议研究员贾世良医师合写一本新册，佮分享台湾这2年来防疫做法。伊讲台湾正面临防疫下半场，2剂疫苗注射率已经超过70%，毋过病毒一直变化。以最近桃园 Omicron 传播链为例，虽然本土确诊病例一直增加，毋过并无出现重症患者，而且这波疫情突破性感染率5到7%，在应控制范围内。中建议研究员也呼吁，第3期疫苗符合条件人应该赶紧去做，因为疫苗中和抗体效果会对时间来减少。第3剂疫苗肯定是有帮助的，特异性、它的保护力、这个抗体跟我们的 T 细胞免疫力会再的加强。
陈建仁表示，去年1月得到新冠肺炎，每100万人差不多300人死亡。不过最近的数据，得到新冠肺炎死亡率每100万人差不多15人死亡。即马疫苗注射率提悬，致死率已经降低。3月也有食药来台湾，因为慢性病无法度做疫苗人，有希望提悬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在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的确定病例。即阵确定病例已经超过3亿2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55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51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7820例。中国的病例超过10万例，日本是超过188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6600万例，印度超过3700万例，巴西超过22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1500万例，法国是超过1300万例。印度是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的前3名，虽讲疫情滚价，也毋过伫2021年，印度的股市也是表现甲真水气。有100间公司挂牌上市，内底有44间是创立不到10档的公司。分析师是真乐观看待未来，讲未来也有真侪这款公司会出头。不管买菜、买肉、买各种物件，用手机扫 QR code 就能结销。伫印度传统市场内面，真侪店的柜台头前拢有打二维码。伫咧政府上作为印度的政策了，行动支付愈来愈普及。पिछले 2 साल से मैं पेटीएम यूज़ कर रहा हूँ बिजनेस के लिए और बहुत ज़्यादा फर्क पड़ा है कस्टमर भी आसानी से पेमेंट करते थे 印度行动支付市占率上大的 PayTM 用户有超过3亿。公司伫去年 IPO 创印度史上上大公开发行的纪录，巴菲特、阿里巴巴加蚂蚁集团拢是伊的股东。受疫情影响，实体门市生意变歹，大家拢伫咧网络买物件。印度上大美妆网站平台徕卡年度收入就增加40%。公司伫咧去年11月 IPO 发行计销1125卢比，开盘计销2018卢比，去79.4%。因为疫情，大家即马较注重健康，开始运动。印度健康加健身公司 QFit 的子公司有一个 App 结合线顶的影音指导加实体健身房的课程，还佫提供消费者健康管理的服务，用户增加真多。母公司去年成功 IPO， 真多创立无到10年，公司的股价达超过10亿美金币，一般所讲的独角兽公司。印度目前的网络用户有超过8亿，超过5亿人有智慧型手机，只敢若输中国。伫咧即马世界各国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抑个中国对科技业的整肃，真侪外资拢走入去印度，或真侪独角兽公司出头天。2021 has been a fantastic year for Indian capital market and far as investors are concerned, because we saw almost 20% rise in the benchmark indices. Also, we've seen that on the back of pandemic, nobody expected this kind of economic recovery which we are witnessing. 国际货币基金估计，印度2022年的经济成长率会当到8.5%。投资银行高盛的报告讲，外资一直进入印度的股市，有测伫咧3年后，印度会成做全世界第5大股市。公司新闻王必文编译。来关心乌克兰的局势较紧张，为着要因应俄罗斯的军事压力，对去年开始，因的总统泽连斯基就签署建立后备军人的法案。乌克兰无论查甫查某拢爱做兵，而且只要是满18岁一直到60岁之前，拢是后备军人的成员。这位乌克兰的女子班克斯卡，伫咧做体能训练时阵，囡仔也带伫咧边啊。乌克兰情势正紧张，俄罗斯伫咧边界驻军已经到10万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年热天签建立后备军的法案，无论男女，只要满18岁到60岁就是后备军。To use the gun to defend myself, to defend my family from possible Russian aggression. 伫咧过去18个月，班克斯卡一直伫咧锻炼身体，抑个接受武器加急救的训练。每礼拜六，抑个会参加特殊的军事训练。伊认为，只要接受训练的人愈多，敌人就愈无可能发动攻击。
尽管是后备军人的，也个伫咧做科技业的科斯提克维奇，伊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了，就参加后备军人，接受各种实际训练，自袂晓牙症，变做训练教官。Everybody in Ukraine clearly understands that NATO right now they are in fact kind of afraid of Russia. 伫即马乌克兰已经建立培训差不多20个领导防卫部队女，除了男女拢爱做兵以外，边界流浪鸟狗也有责任。除了会当境界敌人深受过来，也会当陪伴暗打士兵的心情。На крайняк тут противник тот же на подходе, она сразу гавкает, рычит, с ней намного надежнее и спокойнее. 这款流浪鸟狗是伫克里米亚危机和无家可归的乌克兰人放杀的。迄当阵士兵发现这款鸟狗开始甲因饲，尾也发现这款鸟狗对炮声甲枪声真敏感，会发出警告，并且比较安全的所在，或真侪士兵闪过危险。目前伫咧边境差不多饲15只鸟加几落只狗，这款鸟会掠鸟鼠，也佫会塞奶。和长期驻守伫咧边境，情绪拢平静安尼士兵，心情会让小可较放松。公司新闻，但是董编辑。今日国际上，抑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欧洲的疫情是真热烈，法国伫昨昏已经批准民众上届反对的预防射的通行证。那英国的疫情同款是真严重，不过英国首相强森煞放量防疫措施，取消防疫法案。但关心美国德州犹太教堂的绑票案，嫌犯是一个英国的公民。美国总统拜登指控这件代志、这件事件是恐怖行为。但关心美国总统拜登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要举办视讯会谈，要加强两国的关系，强调要强化美国甲日本同盟的力量。来关心澎湖的海巡，伫过年进前要加强海防。15暗有掠到中国的渔船下过界、走过界，不过技术检查嘛无要停船，佮弄咱的船，攻击咱的海巡，歹清清。尾仔海巡硬顶船，即马甲人甲船压转去马境。15暗海巡署对雷达发现，伫华苏西南18.8海里的所在，有不明的钓到一渔船要过界，随用探照灯警示，高方上划停船。导游船，你已经进入我们领海18海里了哦，马上停船，马上停船，接受检查。经过5遍放上警告，钓到渔船拢歪插，佮加速向前歪停船接受检查。伫过程中，也个几多遍想要弄顺航艇，甚至也个船员会扫帚不倒要攻击。大陆船有拿武器要攻击，拿出来调船，起来调船了，调船了，老赵，更调船了，马上开枪！摸到风影，海巡人员强划船上船检查，控制渔船，现场情形真紧张，好加在无出意外。在昨天晚上7点的时候。PP-100拐腰艇在花屿的西南方18.8海里发现入船，随其强靠登检，并押返马公侦办。大陆渔船顶头总共有14位船员，磅体温拢正常，礼拜送病做 PCR 检测，结果拢是阴性。因那船顶掠到的4000公斤的鱼，全部拢等咧海，船顶也无发现牛肉加猪肉的制品。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空军 F-16战机顶礼拜伫嘉义发生意外，搜救行动即马也咧进行。军方昨昏是派一只400吨的怪手，希望会当加速找找进度。空军 F-16战机失事意外，军方已经预定战机可能落入去海面。昨日透早，工程人员真细致操作怪手，开启15只临时铺的爆花，要去较晚的所在，希望找到其他机身甲飞行员的下落。抽沙船已烧，已于昨日完成组装作业，并于晚间配合潮汐出发至作业区开始执行抽沙作业。水陆两用怪手3部于昨日晚间开始执行挖掘作业。除了一台抽沙船加3台，随着两用怪手，各准备一台更较大台400吨的怪手，为布地港出发，用白台船运到现场，希望赶紧搜救进度。无动力平台船搭载400吨挖掘机，于今日配合海象由布袋港出发，航行至打捞区，中午时抵达。
空军直升机也伫现场来回走吹，随时看现场上新的状况，提供地面所有人员参考。除了希望找到飞行员等级上飞，也要找到乌阿妈在内机身残骸，透过飞行记录器的资料甲其他事情，调查清楚事发原因。家己地检署也要伫17以意外死亡开死亡证明书予罹难飞官的家属，佮看军方调查结果，佮决定是毋是另外侦办。记者综合报道。那顶礼拜六，伫高雄的洲际码头华运成都公司是发生公安的意外，造成2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劳检处去现场调查，那包厢冇出面说明。顺着圆形内部来打用价，下骹爱靠千斤铁人，互即个用价拢是平的，才有法度确保使用无问题。这是公安意外进前的情形。当时现场采到内组甲外组用价，施工单位初步了解，敢若亲像60台。同时，塔管的用价千斤铁人的机械故障，造成33号、38号千斤铁人来失效，用价甲铁片落落来，也甲其他所在用价拢扭落来。互伫顶头作业的工人对施工手管落落来，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4米到5米之间，所以工人分布的部分总共在里面施工的人是21个人，所以分布在各个地方。就是因为鹰架倒下来，人是勾在鹰架上面，所以这样，所以才会跟着坠落下来。包厢在第一时间已经慰问家属，也负起相关的责任，也讲一切配合调查。不过强调，千斤铁人操作进前拢有实检过无问题。作业时阵工人也有甲安全带，并且靠伫用架顶面，只是用架倒来了后，就对着用架斗阵落来了。追究雇主跟现场相关负责人员的责任，所以现在目前现场是给予全面停工，还有给予3到30万的罚款。前期劳检处调回现场，初步依照施工现场无依照规定防止绑落来，开出相关30万块的罚款，也要求全面来停工，会对设计也是施工过程是毋是有疏失来调查。高雄地检署也在礼拜下晡到殡仪馆来相验遗体。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火车头的树仔骹常常有民众挖做伙伫遐跋筊，而且无挂喙罨，已经互检机几若摆啊，毋过先掠着念惊拢无咧信道。即阵伫边仔的铁基路当伫施工，警察全装作是施工人员咧搜证，一个手就掠着28个现行犯。日是未少人伫个树骹伫跋筊，雄雄一寡工人出现，爱所有人莫叮当。原来这工人全部拢是警察。跋筊人内底，未少人的喙罨直接揪到下海，也有人无挂喙罨，也做120几个人。也有民众烦恼讲，会真侪防疫破空。因为没戴口罩，毕竟现在还是疫情期间，就是传染的几率还是蛮高的吧。会危险的。为什么？因为会传染啊。疫情那么严重。警方表示，这个私人的教场以树仔做暗号，树尾肯定会使拗起来倒啊做角度，逐工拢有人来跋筊，洗摆互检举，毋过看到警察车就赶紧收起来。真拄好最近大树边的铁路伫施工，警察跟做施工的人员来修正，才一日掠到28个人。起获的赌资和扑克牌证物，并将场主谢姓发觉27名赌客依赌博罪送办。一家人互依照跋筊罪上班，而跋筊人无挂喙罨，恐惊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卫生局表示，一旦警察甲这组证的资料送到局来了后，会一个一个来查证。若是缴客无挂喙罨的行为属实，会罚3000到15000块。记者综合报道。商报即马按算要送预防下护照，新报即马已经要求校外人士，总共要入去学校内底带囡仔，也是办公办代志，就一定爱摕有做过2档预防下的证明才通入去。若大当官嘛拍算要对咧做，而且要求爱预防下注册满14天的证明，爱摕这个证明才通入去学校。各中各校啊，都伫要休寒，不过即马疫情变化了真紧，一个无细字恐惊会影响学校正常的运作。这学生囡仔拢无注疫苗，台东县政府就宣布，为即时开始到休寒进前，校外人士要入去校园，爱有做过2档疫苗的证明，嘛要求学校的活动毋通去甲外县市做交流。即马台东县当地咧进行全国团福杯少年、青少年棒球的比赛，有44队，县府已经采取爱有快筛阴性的证明，或者是做过2档疫苗温性的卡，才会当入去校园比赛规定。我是建议国小的部分呢，是可以稍微暂缓一下。那如果真的有需要来，像是比赛，那可能就是还是得做快筛的阴性证明。不过随时早这张做疫苗温性的卡实在是无方便。林正宏讲，会当用手机啊翕相，嘛会当做证明。那手机把它拍照起来，然后
到我们所属学校出具给我们看就可以了哈。我们都是比较低强度的一个管制措施啦。因为商报按上推出疫苗护照，台东县政府表示，目前也是照中央的规定，未有地方的疫苗护照。不过，也是希望中央会当赶紧制定出全国统一性相关疫苗证明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的迪化街上款伫顶礼拜六开始卖过年的物件，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今年伫顶下卡巷路拢无开放摆档，而且嘛袂使试食。有消费者就讲，袂使试食就无办年会感觉，嘛感觉真袂惯势。不过防疫是真要紧，呼吁乡亲爱遵守防疫措施。要去年会大街买物件，一定爱挂喙安、磅体温，落实欠名字。台北市迪化商款年会大街开卖第2天，受疫情影响，人虽然无济，不过防疫全面升级，去到每一个店头买物件，拢爱实名制、磅体温甲消毒双手。虽然线顶阁无真方便，不过也是有真侪人关系到现场买物件，也加强自我的保护措施。3个口罩啊，你看我这里1个、2个、3个，里面我还有1个，这里面这比较贴的啊，这个外面这个等一下上车把这2个就丢了。物品自己满意的就买啊，如果说你去寄来的，一般不一定能够适合我们。现场这边看比较有感觉。怎么说？对，就是可以挑选这样不一样的东西。对，我们就是有看到酒精都会喷一下，请他们口罩要戴好。以前人客人年会大街今年无大饼啊，顶下卡街路无开放设打，加强防疫。像昨天的人潮的话，比去年的疫情刚开始的话，大概增加了3到4成，比跟往年的年货大街不输往年的大街。来这边逛的马路变宽了，所以就不会有群聚的问题。线装零卖果子这物件也袂当试食，生意袂歹。不过今年禁止试食，有部分消费者有怨言，讲安尼较无年味。因为我怕它不新鲜，然后口味不合我的口味，这样还是买一点点，买半斤试吃看看。相对对客人的他的想购买欲望的话，他就可能会比较低一点。那我们只能透过口述的口感，然后去告诉客人说这个产品的味道。年会大街开始，相反烦恼受疫情影响，生意无好，实体通路顶悬增加真侪防疫限制。不过另外一方面，也重点经营网络购物市场，希望赢过一个好年。记者综合报道。气候反常，天气不稳定，即马不时拢有农产品的欠收。就连屏东高雄的红豆啊，嘛传出灾情，收成量减少，剩1/4。加上经过农委会的会勘，即马红豆农会当去申请天然灾害的救助金。高屏地区是全台湾2大红豆产区，其中屏东阁占全台湾7-8成的产量。红豆凊彩嘛有当割，像这拢无当割，拢未开花啊。当年的冬天是红豆的采收期，不过旧年因为天气无稳定，10月先落大雨透风台，致使土壤伤淡，红豆已经无炭开。后来说是凊高温佮打扫，也佮有严重的虫害，造成10月中以后接种的红豆拢无开花、无结豆芽，产量恐惊剩1/4。今年的花序它打不开来，然后结荚数偏低，导致于说一整个园区这些比较稍微迟发性的一个较慢种、较慢大的红豆来讲出现的整个结荚不良。希望讲咱的政府会当来，甲这农民斗3工，还一个好年头过咧。经过地方积极咧争取，农委会勘查了后，也公告高屏地区的红豆农民受灾损失超过2成，会当申请天然灾害救助，1公顷会当救助24000块。记者综合报道。那南投是咱台湾做爱大产地，即阵嘛当地大出。高雄乡公所就表示，因为今年寒人有够寒，所以今年的做啊甜度甲脆度拢不只好。也可以啦。哦，这样子哦。这一颗就比较绿了，有没有？人讲旧历12月做啊是采果柑，即嘛是做啊要大出的季节。南投县国姓乡的蜜枣伫台湾真有名。除了有民众专工去产地买，嘛有果子园开放给民众家己办。这个枣子呢，你看就是非常大颗，很像一个小苹果，然后咬下去呢，就是有点喷汁的感觉，然后它皮很薄，对，然后有看不到的害虫，非常的好吃。现场来采果的感觉真的很棒，然后它这个枣子看得很大颗，很过瘾。因为去年8月大雨，有的果子树受霜长。
说蜜枣的产量是减少3成。不过公所表示，有令蜜枣的产量无减，而且今年的寒冷温度有够寒，所以蜜枣的脆度甲甜度拢比英国更较好。产量不好，减1/3。最佳的采果期大概在元旦到我们的元宵节之间，品质也是最好的时候。因为枣啊，逐粒圆滚滚个好看，真侪人过年会摕来送礼，或者是招待人客。农民就表示，即阵长咧大出，而且价少阁俗，要买会当趁这个时阵，若是晚近过年，价少就会阁起。记者综报道。蔡乡亲做伙来去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目前伫遮有一场展览，或者唱咱的歌，了解流行音乐的历史。也毋过有观众看煞感觉讲，这个展览台语流行歌有较少。中心嘛表示，目前针对台语流行歌的整理是较无集中，未来会改善。配合导览的装置甲文物来呈现流行歌的历史。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展览《唱我们的歌》流行音乐故事展已经展出要4个月啊！来看展览的观众袂少，尤其少年人特别多，观众感觉真心实、真怀念，甚至一个伙仔搁同齐来参观。他们就觉得说，都是有以前的这些记录，所以再带我们来看。是有一部分是自己的记忆，然后有一部分是。在你出生之前更早的事情，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就是你才看得到流行音乐整个历史就是完整的样子。不过有观众认为讲，这个展览咧说明台语流行歌历史的部分较无周至，现场是以华语的流行歌为主，感觉较欠台语的流行歌。譬如讲，苏当时台湾头到台湾尾拢真 hit 的《爱拼才会赢》，嘛干那以一张唱片来呈现，亲像咧展览文物同款，甚至一时大轰动的布袋戏的歌，拢无伫这个展览出现。其实我们在比较近代的台语流行音乐的比重上，似乎没有那么的充分跟足够，将来可能会把这部分的比重再做一个调整。官方也承认讲，这个展览主要是咧了解华语的流行歌，确实台语歌的部分有较少。日后因也暗算讲，另外来做台语歌，甚至其他分类的音乐，甲更较完整的台湾流行歌历史，唱入观众的心头耳啊。记者朱英晓、陈宝罗台北报道。目前咱台湾的外籍移工差不多有70万人，若是拄到劳动环境较歹一寡问题，一定爱摕到头家有违法的证据，才会当换头家。不过，劳工团体是认为讲安尼不合理，伫昨昏举办游行，争取会当自由换头家，希望会当改善劳动环境。以这个语言画口号提报条国牙旗啊！16日天，台湾移工联盟招侪人权团体游行，最定位台北车头出发，经过民进党部上尾到劳动部，发出外籍移工要自由转换雇主的诉求。整个制度会把移工用制度困在一个非常恶劣的劳动条件，然后他们没有像台湾人一样有自由选择雇主的机会，所以他们只能够去证明雇主违法或被虐待，他要够可怜，我们台湾才会给他这个权益。我认为台湾的不得自由转换这个条件，其实是正是奴隶化外籍劳工的最大的证明。但是嘛有团体烦恼，开放自由转换雇主，劳动环境较歹，重症病患家庭看护工课会无人要做，造成长照体系人力破口。一旦如其所愿可预期的。台湾的劳动力秩序将会大乱，不应该让重症家庭只仰赖一个外籍劳工照顾，因为第一，人不是机器，不可能负担一个那么高强度的照顾，而我们也知道重症家庭他们不可能负担得起2个人以上的照顾的这样的成本，所以我们第一认为政府的资源应该要进入，他们没办法负担的时候，应该要长照资源要进去，但是目前为止长照制度是把聘用外籍劳工雇主排除的。去年8月底开始，劳动部限制符合转换条件的移工，若要转换雇主，爱以同款行业的优先。台湾劳工协会表示，建议会使先为解除这个限制开始，豆豆开放到自由转换雇主，这会使强迫雇主改善劳动条件，减少白下劳工的情形，互规个环境进步。记者郭宝君、张水台北报道。伫第三线的新竹路段，最近出现一个交通号志，亲像看到安尼，红色的底，白色的线，民众是看甲雾煞煞，看拢无。后来才发觉讲，这是新竹县政府咧按第三线的标号志一个标示。公路总局知影了后，即马是要求县政府1礼拜内爱拆掉。
六角形的轻卡，红色的底，甲白色弯弯翘翘的线条。新北县政府最近开卖1400万为大山线做标示，做出来刷甲原本的设计差真多，民众看了不飒飒。因为红色通常都是用来警示的感觉，所以可能是来提醒大家，可能接下来的路会比较弯曲。现在又没有标示，可能每个人想法不同，因为每个人看不同。当初的规划设计上面，客委会在规划报告里面要求，我们希望用醒目的颜色，我们照做这样处理。当然，后续只是标志这样的一个东西，后续如果有任何的意见，然后当然我们会采纳，再跟客委会研商。公路总局指出，这个标志的设水、寸尺甲度样，拢无符合道路交通标志设置规定，而且也无提报计划，会向相关单位了解状况，要求依照规定拆除。不符合那个标志标线设置规则，也不是属于交通牌面，它纯粹是这个意向的而已。我们会请县府他们先把它拆除掉，那避免这个牌面在装在那个标志杆上面误导了用路人。在地议员批评，县政府开钱整这奇奇怪怪的标志，唔拿无采人民的税金，可以造成赛车经过驾驶混乱。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那今年11月份世界杯的卡球比赛就要伫中东的卡达举行，当地有起一座全世界头一摆会当看到会当听气会，会当合起来的体育馆。这是利用974个无爱滴的火柜起的，唔那环保机动性嘛真悬。一挂5火10个火柜，在伫咧钢架顶头，甲以前的体育场无共款。2020 FIFA 世界杯卡球赛今年底要伫咧中东国家卡达举行。为了这场比赛，卡达建造全世界第一座会当组听的 FIFA 世界杯体育场。We really felt that it wasn't really necessary for Qatar to have this 8th stadium after the World Cup. So we decided to take a very radical strategy. 这座体育场叫做974，是卡达的电话国码，也总共用974个废弃货柜。设计者是西班牙建筑师芬威克，伊认为2022世足赛了，这座体育场可能变做网仔馆，所以就用技术性的概念设计这个会当踢的体育场，可以伫比赛后会当踢来走到别个所在，甚至可做做另外一座体育场，已经无做化的设计。货柜裁好过油电了，就当随插随用。We designed all of the areas in the stadium, such as the toilets, the concessions, the skyboxes, the media areas, to be housed in these shipping containers. 也阁有人认为，要达到会当持续性，体育场的电气设备就应该爱用可再生能源，临时石化燃料。2022世足赛会伫今年11月底举行，12月中结束。卡达计划伫比赛后，将974体育场拆掉，转送予其他有需要的国家，予这座体育场会当伫咧另外一个所在重生。公司新闻市范玲编辑。全世界拢知影的丹麦作家安徒生，伫丹麦的安徒生博物馆进前经过翻过了后，因是找一本正出名的建筑师韦延武来改，用全新的面貌，即马要重新甲大家见面。结合现代装置，一个上新的科技，安徒生动画故事袂输敢若出现伫咧现实的生活。参观的人透过荧幕互动，穿越时空，甲安徒生相拄。丹麦第3大城欧登塞是动画故事作家安徒生的故乡。博物馆去年整修好了，佮对外开放。To design a museum for him is very exciting because I learned many things from the story. 顺茶的风格，各种真侪事物结合动画故事梦幻的元素，互人敢若是伫咧一座森林迷宫内面。博物馆坐日本大师级的建筑师韦延武，用茶甲玻璃的材料，去这座占地5600平方公尺的博物馆园区，同西方文化相结合，创造出这座现代版的动画花园。博物馆有2/3伫咧涂骹底，顶头是亲子体验中心甲花园。安徒生动画故事伫咧全世界被翻译做超过150种的语言，也是将做电影、舞台剧、芭蕾舞加动画创意来源。To be taken away from your daily struggles in life, Corona bullshit, and be taken away into a completely other world. 博物馆找12位上赞的艺术家，包括作家、影视制作工作者、插红仔制作者，用声光效果等新科技，伫经典内面加入新的创意。互
互人享受安徒生的动画世界。I would recommend just the experience of the room together, the design, the architecture together with the sound and the music. 对手稿、动画故事的珍藏本，甲丰富的展品，互大家看到传奇作家的生平、建筑、声音、灯光甲影像，互参观的人拢转到家己做囡仔时阵的动画世界。公司新闻王必文编译。零摆摊的电动车是未来趋势，若电动车会带动锂电池的原料价格拢对得起。伫美国的南加州愈来愈大盐湖索尔顿海，因为这个所在有丰富的地热甲锂这款物质，是吸引真侪企业来学。未来这个所在有可能对上产车变作上抢市。伫美国洛杉矶东南边辽阔的荒漠内面，全加州上大的热力湖索尔顿海，20世纪初期时阵不正繁华，尾也因为沙漠欠水，湖愈来愈大，水愈来愈咸，无法度搁再受水钓鱼，边仔城镇生活也愈来愈歹。湖底倒去了，有真侪农药甲化学物质。若一透风降起来了，变做有毒的风背山，带伫附近的民众，真侪人拢有呼吸道的疾病。不过盐湖露水内面有丰富的金属锂，可能会互地方搁再繁华起来。因为锂电池是日用电动车加清洁能源的必要零件。自旧年开始，原料的介绍就一直起。This is definitely the largest known here in North America. My guess is this will end up being the largest lithium production site globally once we fully develop it. 澳洲的能源开发商 CTR 加通用汽车一个德国的业者合作伫咧遮投资地热发电，并且提出锂矿，方法是伫咧地热点钻到地下几落千英尺深，提出摄氏400-500度的咸水，利用蒸汽来发电。咸水是进行离子交化，做做碳酸锂或者是氢氧化锂。目前，比尔盖茨、贝佐斯等人拢看好并且投资相关的开采技术。锂钴的商机对失业率15%，对全加州上产者的抵用权是一个好消息。也有资源会当改善索尔顿海救赎所造成的问题。看到索尔顿海起落的当地人，拢希望是真正会当实现的美梦。公司新闻收回中编译。社会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咱来看，伫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6度，上悬19度。再来，伫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5度，上悬24度。若南部的温度上低是15度，上悬有2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是17度，上悬23度。外岛是9度至2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